今仔日是尾月，毋过咧拢无抽着奖。我是想开啊，就无计较遐济。毋过因为今仔早起，阮翁就伫门口的时，因为落雨，涂骹澹澹，伊骨倒变做讲伊今仔就下班的时阵去看军校赛，伊就较早转来。本地讲，等下食饭饱，爱去甲这乌多摆囥好吼，囥好好，搁去买一寡物件。一切看起来拢无问题，毋过问题搁发生啊！发生就是讲，因厝内人敲电话讲，爱去报一个险咯，即个险一定爱报，叫防疫的期间的保险。讲若迄隔离啊，隔离以后，搁着武汉肺炎，会当赔偌济。毋过就变雄雄嘛，毋知影头，毋知影尾，嘛毋知影内底内容。毋过阮翁就是别人讲好，别人介绍，伊就讲一定爱报着。就是伊的心态，就是讲内要报着，袂当不爱报着，而且马上就爱报着，因为伊有一种足惊保袂着，买物件嘛足惊讲无紧买，无买一大堆以后会买无。伊有即种心态。毋过对我来讲，这保险若无报着就煞，哪有需要讲即马人讲这就一定爱报，就是看缘分嘛。而且嘛有别种保险公司会撒无共款的产品，就做类似的，这就是有缘分较报就好啊。毋过伊就是有即种心态，讲你每工拢无爱听我的喙，我讲马上就爱紧去处理，你就紧处理。我想讲这物件无遐含嘛，你有保险无保险，这哪有讲毋是讲别人讲阮兜甲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拢保啊，你嘛爱紧去保，爱紧去保险吼，去买迄卡保险，无需要安尼，毋免去对着阵。而且呢，若讲足顺利的，就无啥物问题。毋过就是即个网络伫塞车，就是每一人拢伫遐买，就变讲就无法度，因为网络就是出问题嘛。迄个公司的网络，我一直试，就是试拢无结果。而且迄时我态度就变甲足歹的，因为足烦的。我有反映讲，即马网络就是有问题，迄个公司就是伤侪人去，哩系统可能歹去。毋过阮翁拢无反应，伊可能就是讲，就是爱买。你看，就是遐好的物件，大家拢伫遐抢，你就是无爱紧抢。我想讲，这心态嘛介奇怪。了毋知影头，毋知影尾，甚至伊嘛毋知影是倒一间保险咯。而且伊嘛毋知影内底内容是啥，伊拢无研究，就是别人讲诚好，是伊信任的人，伊就爱紧买安尼。即马就变讲发生冲突，因为我想讲买无，毋过伊硬要我买。伊迄态度，变讲我一开始的态度嘛无好，伊就讲拢是你害的啊！你昨昏若不爱去倒位去，甲公司的同事去遐食饭，公司的活动，叫你莫去参加，就是你去参加，即马变讲大家拢足惊你的啦，因为今仔迄个卖场讲是去放一工去消毒嘛，毋过。咱即个县市做者卖场较有名的，拢去消毒。毋过因就是足惊吓到讲，搁甲我怪讲，都叫你莫去啊，安怎？就变做安尼。搁甲我怪讲，即马人是惊你较紧去买保险，去互隔离，
搁着武汉肺炎会当飞偌济，我搁无爱较紧处理。我讲这毋是我不爱处理的问题，这着网络着一直伫塞车。咱是毋是讲嘛毋免一直讲硬要去报即马着一定爱买这卡保险？有若遐好嘛有别间保险公司啊，你嘛无看内容，毋知影头，毋知影尾，你嘛毋知影这是毋是上好的啊？而且迄买保险本来就是缘分啦，就是即马着变做讲伊做生气的，就是我甲阮之间就是有一寡问题，就是伊会认为讲我哪会伊交代的代志我拢无爱听，拢无认真安怎？毋过我嘛想讲，有时阵总做亲像甲我糟蹋安尼。你嘛一定讲我著有交代，你著爱甲我完成。你若拄着啥物困难，这是你的困难，甲我无离代。无你著爱态度做好诶，安尼我较爽，我较会讲。好啦，放你煞啦，咱阁想办法，就变做讲有即个不公平对待关系，就变讲伊交代一项物件，我就无法度讲有啥物想法。有时阵想讲这嘛伤寒啦，讲买快胎，家己伫厝做的快胎，我是想讲无迄必要啦，因为逐家可能嘛毋敢家己去快胎，伊就讲白当爱买做济转来炖安尼，无伊恐惊买无。就是即种我就变讲应付，就买三四个，无蹲伫厝出来做济物件。毋过款物件拢我一个人伫款嘛，伊就是负责讲咱兜有无，你摕出来互我，就是像主管安尼出一支喙。毋过即马就是变讲我爱练习啦，练习讲伊可能就是为着这代志，伊就生气使性地，伊就家己出去处理代志。嘛不爱甲我用讲这即马买无是我实在嘛无法度啊！这网络就是安尼，足侪人买着塞车，伊无法度讲你着爱负责，你着是爱处理。这有时阵毋是我有法度的啊！若讲真重要，啥物订火车、订高铁订啥物？当然，迄就是会较用心去处理。毋过，这保险是假啊！今仔进前咱听拢无听过这卡保险，嘛过真好啊！这是假的物件，毋是讲别人爱、别人做、别人潲解着内要爱对。过伊就是安尼，伊足惊。无欠这欠迄，对我来讲，这毋是重点。颠倒是讲，今仔听着这就紧去做这，明仔载阁看着新闻讲啥，阁讲去做安尼，实在是心头无够定啦。即摆我就是爱练习讲不要紧啦，伊若使性地，若无欢喜，就去。出去闹闹的安尼，我嘛毋免讲足生气，足甲这心情不甲足严重的，就是我进前爱，我就是家己爱认真，尽量去做家己的代志，尽量去找家己，找着家己，互家己心头定，安尼。莫安尼随着伊的情绪，我嘛对伊足激动，足想要甲伊冤家讨一个公道，拢毋免着随气。我爱练习，就是这个时阵着冷静，放伊去安尼，这就变做我即摆会当做的。我即摆嘛袂当讲真久，因为我阁爱去看这保险。
就是爱一直去试，一直去试啦。啊，试甲伊嘛无讲，伊嘛无甲我应声讲，若买无是着放弃还是安怎，着变做你着爱一直试，一直试，迄个成本就是我开我的时间，我的成本，佫袂当无欢喜，吼，伊就想讲这就是我交代你的任务，你就是爱甲我做甲到啊。哦，除非你做甲我足满意，你就是一开始听，就马上去做，安尼。我想讲买一个保险，保险限啦，毋过即着观念的问题嘛。唉，即种就是若爱讲道理嘛，无法度啦。若爱讲啥物人较对较有道理，就是会冤家啦。唉，即摆就是就是随在伊去啊，我着去做我的代志嘛，是罔去看保险有法度成功无？当然甲保险金买好，当然着解决问题，着毋免去冤家。啊，毋过问题就是讲，这系统歹去啊，实在嘛毋是我会当处理。阮翁就讲，别人拄则小解阮买这卡保险的人，拢足顺利啊，为虾物你着拄着问题？这毋是若亲像主管的开口，主管毋是着定定安尼讲某物人都无问题，哪会你遮都有问题？唉，实在是足老的。